你好，我們來學會提升專注力的方法吧。你知道嗎？專注力是成功的基礎，缺乏專注力常常會讓我們無法完成重要的任務。今天，我要給你5個提升專注力的方法，希望你每天都能夠實踐。首先，我們要學會設定目標。明確你的目標，你就會更容易專注在達成它上。其次，我們要培養時間管理能力，分配時間，避免無端拖延，確保每天都能夠完成重要的任務。另外，我們還要學會靜心冥想，靜靜地坐下，靜心冥想，可以幫助你培養專注力。然後，我們要減少電子禍害，避免在工作時間接觸電子產品，讓你能夠更專心地工作。最後，我們要建立自律習慣，養成每天都有固定的練習習慣，讓你能夠維持長久的專注力。你有哪些提升專注力的方法？跟我分享吧。別錯過我的下一篇影片，追蹤我的頻道，每天都會為你帶來新的動力。